年的时节，外地门口行家身上头前吊一种干制的喜美拿瓦，也就是按照主连锁来起货。观众朋友去到日本看到的一种俗的，冇听错就是台湾制造的哟。不过说到中国和东南亚的竞争，也按多年来台湾的粗边工厂，陆陆续续西厂的西厂，关铁的关铁，都见像存到苗栗公馆、菜务、汉地的坚持也很成业。昨天我上日本，也今年见到美动用心美加入的文化创意，爱发扬一种传统质感的工艺。一下就向下来看下菜务的传承同坚持。行业工厂本然创造日本嘅感觉，师傅当作种日本工艺时，家家户户同形象门口外吊界喜美拿瓦。其实当系苗栗公馆有20年历史嘅喜美拿瓦粗边工厂。有很多扭手的，然后我们绑完这条绳子，我们要绑在这一根柱连绳上面。这小小要有一点技术吧，因为要用巧劲啊，然后你这个动作不能停，你一停的话，可能下面稻草就会缠在一起。简单嘅动作，其实係所有高强嘅技术，因为柔柔嘅木管攞到扎扎當結實，將使得做出各種造型。一开始啊，我们的代工部都要从这一步做起，好，然后这是第一步，然后你要学后面的东西，你要先学会搓草绳，你才会做下面的成品。一種無關編輯按照喜美拿瓦，係日本人工業時天初為準備嘅新鮮物品，因為日本人相信每一件書本百姓嘅禮物，為咗感恩新嘅恩惠。工業時就會到門口吊各種各樣嘅無關編輯。我們這半成品到那邊還會再做一點點小的加工，就是比如說它這樣子掛着有沒有掛在神社或是門口前面，它下面會放紙錢，白色的紙，那就是很簡單，代表就是很純潔，好迎新開運招福。日本人很相信喜美拿瓦有國際惡魔以下嘅功用，掛在門口，然後如果有壞東西進來的話，就是不好的東西進來的話，它會吸附在上面，這是比較傳說的一點啦。然後你過年這個年過完以後，再把它燒掉，代表說你那些壞東西或是不好的運都被燒掉了。喜美拿瓦同日本係咪因為無相關嘅天氣做出無相關嘅樣式，相近嘅文化意義也會有點差別。現在我看這個產品，我們看到這個產品是大根，這是2尺的大根，然後我們大根有分2尺、3尺、4尺，還有太大根6尺以上。然後現在你們看到這個是代表東京地區在用的，好，這叫做就是你不覺得它很像什麼東西嗎？大根像蘿蔔，代表好彩頭。我們看這個產品。這是4國地區的，這叫賢內助，它代表女性。不同地區會有不同的風俗民情啊。然後這個是代表女性，比如說你今天你家裡面你的家門口掛了一個這個，就是代表你說你這個老公非常愛妻，說家裡跟大家宣告說我們家裡有個賢內助，好，因為你不覺得她很像一個女性嗎？這是裙子，然後手彎在這邊這樣子，哎，所以日本是一個非常有禮貌的國家，對。然後我們看這個，這是大阪地區的產品，這也是叫好彩頭，對，這個叫好彩頭，因為它真的很像蘿蔔，比那剛才我們看的那個東西還像。我看蔡建田案頭上，喜美拿瓦嘅文化弄一清楚，以下都有自信嘅講，目前建喺台灣唯一hand到生產喜美拿瓦嘅工廠。民國70年的時候，就是有大概8、9間的工廠在我們台灣這個地區生產，然後現在就是因為大陸廉價勞工，還有東南亞的廉價勞工，就造成很多產業外移。我想說，
不一定是我们这样产业。我想很多在台湾的制造业都是碰到一样的情形。同日因为竞争陆续关闭亦系细走，财务则坚持留到公关，未计就会无希望上一套嘅创新到今届受行结束。主要就是这项产业有我妈妈的坚持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家族都有一起在投入这项产业。我妈妈有一种感恩的心，感念就是她的上一代把这项产业延续给她，然后现在传承给我们，然后就是不想要把这项产业有断根的那个情形出来。刚才意见燃烧两项产业是无简单，虽然材料来源没问题，不过生产速度就会无法度加价。我们现在做这个注连绳制造业的人，都是一些比较就60几岁啊，或是70几岁的老人家在做，年轻人也不会接触这个东西。如果说今天我们是年轻人来做的话，我想我们的生产速度也会很快。为到政府仍然30届貨櫃嘅外銷量，工廠會先同二手前置作業交本家庭代工，一來增加生產速度，二來也是在聽銷二手家庭。我們外面大概有100多個，快要200個的代工戶，然後主要分布在苗栗、通霄啦、苑里，還有石圍牆社區這個地方。想要長久經營，採務地必須愛創新，所以咧經驗，今日同無關編輯做到看正嘅東西，為產業尋新出路。配合我們苗栗這邊的休閒產業，我們才會有內銷產品。那主要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我們想要讓更多人知道，我們台灣還有這項產業還在生存。因心智還來創造出屬於台灣嘅喜美拉瓦文化。內銷產品有12生肖啊，就是結合我們的台灣在地的文化、民俗文化，然後跟日本文化結合，說不定蹦出不一樣的火花。同外銷嘅基礎上，採務還同生產喜美拉瓦當作文化產業同經營，確定創新同堅持，經國家愛創造一項融合生活美學同傳統精神嘅全新編織藝術。